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 係多多國際幼兒園暨幼稚園元朗 YOHO 分校嘅校長。相信大家睇完我哋上兩條介紹 Playgroup 同 N 班嘅片之後，已經知道邊類嘅課程比較適合你嘅小朋友。依家我就會同大家分別講下 Playgroup Nursery 嘅報名細節。Playgroup 嘅報名時間比較彈性，全年都可以接受報名。而報名方法大致分為3種：第一，網上報名；第二，郵寄申請；第三，親臨學校報名。另外，大家需要注意以下3個事項：第一，有啲 Playgroup 會接受試堂，不過佢哋有機會收取額外嘅費用。第二，有啲學校會希望家長喺報名之前先預約參觀學校，以確保學校符合佢哋心目中嘅期望。第三，報讀本港嘅 Playgroup 係唔需要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，所以會有較大嘅彈性。如果你想報讀 Tutor Time 嘅 Playgroup， 我哋會先邀請家長參觀校園，等家長對我哋嘅老師、課程、設施有更深嘅認識。之後家長就可以填妥表格，正式報讀課程。而學費方面，一般由300蚊至800蚊一堂不等。另外要注意，唔同機構嘅 Playgroup 可能會以1節、1個月或者一個以10至12堂嘅課程收費，所以家長喺報名前建議先查詢課程資訊。一般而言，開學日期通常會喺每個月嘅月頭。不過，亦有啲學校會俾你隨時報名上堂。就以我哋多多嘅 Playgroup 為例，你就可以選擇隨時開始啦。至於 Nursery， 大部分嘅學校都有指定嘅報名時段，多數集中喺每年嘅9月至2月。實際嘅時間，家長可以參考返學校嘅官方資訊。根據教育局嘅指引，只有年滿2歲嘅幼兒先可以入讀 Nursery。不過雖然係咁講，但我哋都建議家長喺小朋友滿1歲嗰陣時就開始搜集資料，以免錯過咗心儀學校嘅報名時間。假如真係錯過咗報名嘅時間，有一啲嘅學校亦會接受插班嚟到填補返佢哋學期中空出嚟嘅學位。另外，亦有一類學校接受全年報名，彈性會較大。去到 N 班，好多學校都會進行面試或者一啲嘅觀察環節，主要係為咗想了解小朋友嘅能力同性格。面試多數喺報名截止之後就會隨即開始，而比較多學校會喺11月至3月進行面試。報名方法同 Playgroup 一樣，分為網上、郵寄、親身遞交。大家亦需要準備小朋友嘅證件相、香港出生證明書以及疫苗注射記錄。好啦，我估家長最好奇咧就係面試嘅內容啦。坊間 Nursery 嘅面試或者觀察嘅環節，大致上會分為1至2輪，通常都會以2種嘅形式進行：視像面試或者親身面試。視像面試嘅話，多數學校會要求家長拍攝幾分鐘子女日常學習玩樂嘅片段，展示子女嘅日常生活技能。親身面試嘅話，學校主要係想了解小朋友能否掌握一啲基本嘅技能，例如自理能力、語言能力、認知能力等等，以及想了解家長日常嘅教育模式。假如想報讀我哋多多嘅 Nursery， 而小朋友已經係我哋 Playgroup 嘅學生，就可以豁免面試，並可以獲得優先嘅取錄。相反，如果小朋友並未係我哋 Playgroup 嘅學生，就需要先預約參觀學校，並進行觀察嘅環節，去面見我哋嘅老師。喺度要提提大家，如非在港出生嘅學生，就需要獲得入境事務處發出嘅有效簽證先可以入讀。最新資訊可以留意入境處嘅網頁。去到學費方面， Nursery 普遍介乎喺每月1500蚊至15000蚊不等，一般分為10至12期去繳交。而唔同學費嘅學校，佢哋能夠為學童提供嘅學習體驗，亦可能有所不同。詳情可以睇返我哋上一集嘅影片。
另一點同 playgroup 唔同嘅係，大部分嘅學校嘅 nursery 都有特定嘅開課日期，只有少部分嘅學校就冇呢個限制啦。家長記住，小朋友只要滿2歲就可以隨時入學㗎啦。至於報讀幼稚園，相比起 nursery， 要準備嘅嘢亦都會比較多，包括註冊證、入學許可書等等嘅事宜，所以就留待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啦。拜拜。